近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方案。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裁对东突厥斯坦人权侵犯负有责任的中国官员。中国外事机构和各大喉舌立即作出回应，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政府严格控制的当地媒体也继续发表言论，批评和诅咒美国政府。在本周六的新疆新闻节目中，所谓的维吾尔族学生和干部批评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维吾尔族人权法，并诅咒美国政客。中国官员不仅在诅咒美国政客，而且还把中国的集中营视为世界的榜样。一位哈萨克斯坦籍维吾尔人古丽巴哈尔女士，勇敢地向全世界媒体透露了她在被关押1年又3个月期间的亲身经历。东突厥斯坦集中营受害的古丽巴哈尔出席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举行的会议，揭露了她所遭受的惨无人道待遇，控诉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古丽巴哈尔说，她遇到的最年轻的受监禁者才14岁，最老的是80岁。他们在牢房里不可随意攀谈，管理人员密切监听。他哭着说，一个14岁的女孩犯了什么罪行？不，他们都是无辜的。距6月9日香港反送中运动首场100万人大游行正好半年，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昨日发起128国际人权日游行。当天有80万人参加游行，并呼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成立货真价实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回应市民诉求。示威者举起5个手指来突出5个关键要求，其中包括为香港领导人和国家干部举行民主选举，以及调查警方近几个月来对示威者的严厉干预。根据官方数据，自6月以来，已有5800人在香港被拘留，其中约500人被指控为暴徒。6月，在香港，支持民主的人士抗议将嫌犯引渡到中国的法案。最近几周，抗议者与警察之间的暴力事件有所增加。在朝鲜宣布进行了一次非常重大的实验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若朝鲜采取敌对行为将会损失惨重。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天的推文中说，金正恩极为聪明，如果他采取敌对的行为，朝鲜将损失惨重，实际上是进失败进。他与我在新加坡签下了强有力的无核化协议。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金星周六表示，朝方已不愿与美国就朝鲜半岛无核化进行讨论，与华盛顿的冗长谈判亦无需要。一名格鲁吉亚人在柏林被谋杀的案件，由于调查嫌疑的矛头指向俄罗斯，可能使德俄关系进一步恶化。德国政府也在考虑对莫斯科采取进一步措施。国防部长克兰普考伦鲍尔表示，不妨讨论对俄罗斯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可能。克兰普考伦鲍尔说，根据目前已掌握的证据，俄方难脱干系，而这一谋杀案对德俄双边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格鲁吉亚人甘格舍维利今年8月在柏林一个公园里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开枪射杀。被害人曾在第2次车臣战争中参加反俄罗斯的武装斗争。来自其他星星的一颗闪亮彗星8月被观测到进入太阳系之后，12月8日最接近太阳以及地球。这颗被命名为鲍里索夫的彗星，仅仅是历来造访太阳系的第2颗星际天体。这颗彗星由发现它的业余天文学家鲍里索夫命名。第一颗造访太阳系的星际天体是2017年的钗猴星，它奇怪的外形以及消失在深太空时明显的加速，让人对其起源有诸多揣测。